こんにちは咪啦，我係桃子 Inu。有睇我上期影片嘅觀眾相信都知道，因為某啲負面新聞同埋各種林林審審嘅因素啦，我拍片嘅方式可能需要有修改，亦都以致銅鑼灣一天遊嘅下輯而家先至得閒發佈俾大家睇。咁喺度講聲唔好意思先。今日都長話短說，我會喺影片後期先至再交代我後期 channel 嘅發展，事不宜遲，去片。好啦，分享暫時嚟到呢度，咁到最後我都想分享下我後期影片創作嘅針對方向。咁除咗我開頭所講嘅原因之外呢，我諗最主要嘅靈感來源呢，就喺我早期發布嘅10號風球再加自己揾活動嗰啲分享心得嗰條片呢。與此同時，我都發現呢，好似真係出得太多街啦呢排。而喺銅鑼灣遊上輯嗰條片都提過呢。我因為睇完《鬼滅之刃》劇場版之後，超想回顧佢嘅 TV 版，咁我而後期真係又炭治郎立志篇睇到去處分連篇嗰度，無限 loop 回顧停唔到，咁所以呢，我想嘗試用娃娃劇場影片嘅方式嚟分享我睇相關 TV 同埋對其他時事資料嘅心得，同時為免破壞主題原本嘅風，桃子都會因應一啲喜慶節目而拍翻啲去街嘅影片嘅，咁同時都唔希望香港嘅特色消失啦。好啦，今期暫時講到呢度，sayonara，下次見。